金牛座唔好發脾氣，雙子座會有桃花運，天秤座唔好俾自己失控。大家同你揭曉本周星座運勢啦。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大家好，我係阿 I， 終於去完日本偷完行返嚟啦。今日啱啱開工，大概唔夠一個星期啦，都係仲係好 holiday mood 緊噶。不過咧，我一返嚟咧都有好努力工作噶。我8月7號嘅時候，即係星期五啦，已經咧講咗8月份嘅星座運勢直播啦。咁啊，今次直播咧將會重新擁有翻 I 星榜，已經偷懶咗幾個月冇啦。而且咧仲有運勢上面嘅分數添。咁所以咧今次咧絕對值得大家去重溫一下噶，因為咧呢一個係一個非常精華版中嘅精華版嘅講解嚟嘅，再加上呢8月份真係過得唔容易嘅，所以我相信呢個直播重溫係可以幫到你哋唔少嘅。另外呢，一定要提嘅呢就係一返到嚟香港嘅天氣問題。去日本嘅時候呢，嗰啲體感都可能有36啊、37啊、40度咁樣啦。咁但係返到嚟香港呢，完全發現呢，就算同一個度數都好啦，都可以有呢截然唔同嘅感覺㗎。喺日本呢係有熱嘅時間嘅，咁但係熱嘅話呢，我都仲覺得接受得到嘅。但係返到嚟香港呢，真係完全唔乸掂當。根據非正式統計咧，好似有人話過咧，6月份咧香港落雨落成20幾日啦，7月咧差唔多全個月都係落雨嘅。我絕對咧覺得咧香港呢一種咧翳焗翳濕嗰啲天氣咧，仲難頂過日本。我日本直曬咧都可能冇香港咁辛苦。再加上咧最近睇到好多新聞咧都有關大家可能中暑啊、好熱啊嘅情況，咁所以咧大家記住要多啲補充你嘅水分啦，盡量留喺室內啦，嘆下冷氣啦，電費貴都冇辦法噶啦，記住要補充多啲水分啦。如果你係第一次聽呢個 channel 嘅話咧，阿 I 最主要每一個星期日會同大家分享嗰個星期嘅星座運勢，而且每個月仲會開直播同大家講解月份運勢添，亦都會即時解答大家嘅星座問題，有時仲會同大家開直播心智台做個人占卜貼。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撳低下邊嘅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阿 I 嘅最新影片啦。好，接落嚟呢，我會講翻8月17號去到8月30號嘅2周星座運勢。咁首先呢，8月11號呢一個火星落咗巨蟹座呢個弱勢位之後呢，我絕對相信呢成個能量場呢會有好明顯嘅變化，包括大家會好內耗啦，會好感情用事啦，甚至呢好容易就會爆發出一啲情緒勒索啊，又或者家庭內部問題嘅糾紛啊、矛盾啊，終於要爆出嚟啦。甚至呢可能好多家庭用品啊、電子產品啊，可以出現咗壞啊要修理嘅情況，搞到你哋覺得好煩心。咁如果你本身係拍緊拖或者結咗婚嘅話，甚至會出現感情上面一啲脆弱，容易受到打擊啊，令到感情咧越嚟越冰冷咁樣。再加上金星、土星同海王星有對分啦，明顯咧就會喺人際關係上邊啦，又或者一啲合作上邊會有好多現實嘅考量啦，或者一啲考慮。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大家真係需要將講嘢呢樣嘢咧，就唔好將佢全部都淨係收埋喺入邊唔講。咁當然啦，講出嚟咧唔等於你要非常之直白啦，非常之一擊即中啦，銳死對方嗰種，係真係咧需要有一啲程度上面嘅婉轉啦，同埋即係要考慮一下咧聽個人嘅感受先至好講。嗱，唔係叫你哋唔講下，只不過咧要將你哋所講嘅嘢咧就冇100% 直接咁樣冚落去人哋度，而係需要咧有少少嘅修改。咁去到8月23號嘅時候啦，就係太陽進處女座嘅日子，咁啊再次祝所有嘅處女座朋友生日快樂。咁啊希望你哋嘅身體健康之餘咧，仲可以減少咧好多人對你哋嘅 dislike 啦吓。而接落嚟咧25號水星亦都會進處女座，咁所以咧整個嘅氣場咧就會由呢一個獅子座嘅高調啦，轉成處女座嘅細節控，實事求是務實工作方式。所以呢段時間，與其高調講到自己我個目標有幾咁偉大啊，我個願望有幾咁勁啊，等等嘅嘢，不如實實際際由細節開始安排好，而且係要真實如實咁樣進行。唔可以咧，淨係呢一個大約冇問題啦，間者未溫題啦，嗰種間者去做，絕對係唔可以嘅。真係要認真留意一下所有嘅細節，做到盡善盡美。嗱，要留意翻啦，8月尾嘅時候咧係屬於天王星嘅停滯期，並且咧準備即將逆行噶啦。咁啊，天王星咧會喺雙子座度逆行，所以呢段時間咧，大家可能人際關係上邊咧都會明顯感受到嗰種忽冷忽熱啦。有啲人咧可能突然間好妥你啦，突然間就非常之唔妥你啦。你可能對某啲人咧原本都可以隻眼開隻眼閉啦，但係最近咧完全受不了啦。有啲人咧你明明睇得好順眼嘅，突然間就非常之唔順眼啦。甚至可能你同緊某一啲人合作，突然間會中斷咗都唔頂噶。咁所以未來2個星期咧係一個大上大落波幅嘅2星期，咁啊希望大家要忍耐同埋加油啦。好，接落嚟咧先講翻未來2個星期個別星座嘅星座運勢。首先咧就係過得特別流順嘅星座啦，分別有白羊、金牛、
獅子、天蠍同埋摩羯座嘅，先講白羊座嘅大家先。白羊座嘅朋友，未來2個星期咧，最重點嘅咧就係由外邊慢慢轉翻去屋企啦、家庭啦，甚至係內在傷嘅治療狀態㗎。因為火星入到嚟嘅時候咧，屋企方面咧，真係會突然間有好多嘢需要你哋嘅處理，例如可能屋企有嘢壞咗要整啦、裝修啦、搬屋啦、處理物業管理等等啦，甚至屋企咧人咧有啲人突然間需要你幫手啦，你可能有一種話，哇！我出邊已經有咁乸多嘢做，咁乸多需要處理，仲要搞埋屋企，真係好煩。咁所以呢段時間咧，你嘅情緒咧係會容易被挑動嘅，即係可能有少少嘢非常之細微咧，已經暴走嗰種感覺噶啦。嗱，你未必真係會同朋友啊、屋企人啊，甚至可能工作嘅同事嘈交啦，但係咧呢啲嘢咧絕對係令到你非常之煩心，搞到你內心咧突然間多咗好多情緒嘅嘢需要去消化。咁所以未來2個星期咧，最緊要咧就係處理好自己嘅安全感啦、煩躁感啦。畢竟咧去到下個半月嘅話咧，只會越嚟越多人際關係嘅嘢需要你突然間處理。就好似突然間有啲熟人突然間疏遠咗啦，突然間冇乜聯絡嘅人又翻嚟揾你啦，等等等等，會有唔少嘅轉折點。咁所以呢段時間呢，記住白羊座好好清理自己一下內心啦。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呢係藍晶水晶，而幸運指數有2粒星。至於金牛座嘅大家啦，嗱，未來2個星期呢，你最需要留意嘅呢就係你自己講嘢會直接好多。嗱，之前呢，可能你溝通上邊呢多多少少都會有少少。估下啦，陰陽怪氣啦，內心戲好多啦，是但啦。但係火星嚟到咧，成件事就唔同晒啦。你真係咧會想變成啲咩，想講啲乜嘢，你就真係會講啲乜嘢，甚至你嘅情緒咧唔會想再太忍噶啦。總之咧，一有人哋踩到你底線之前，你可能都會忍一忍啊，頂一頂啊，或者係是但講1-2句就算數。但係呢段時間咧，你未必真係同佢客氣噶。某程度上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因為你終於肯表達自己。不過要注意嘅咧就係直接同衝動咧。真係一線之差嘅啫。簡單啲嚟講就係你講嘢直白啦，講嘢唔直白啦，講嘢有少少婉轉啦，同埋講嘢唔婉轉咧，係真係明顯差好遠噶。尤其是你會同邊啲人發火比較多咧，就係可能朋友啦、兄弟姊妹啦，甚至身邊嘅熟人咧比較容易多啲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咁你哋幸運水晶咧就係螢石，陽指數有2粒星。至於獅子座嘅大家啦，未來2個星期咧，你會好想玩，好想開心。但係有啲顧忌，可能你即將咧會有一個非常之吸引你嘅旅行啦、進修或者海外機會啦，可能如果平機票啦，可能突然間你對某一啲課程好有興趣啦，甚至可能公司有啲邀約你要出 trip 等等，有人約你去旅行玩亦都唔頂噶。咁呢啲事咧明明咧就應該好吸引嘅，但係咧你好似心裏邊咧有另一個聲音就話：而家去係真係好咩？真係 OK 咩？真係冇問題咩？真係開心咩？你又好想去，但係你又完全唔放心。畢竟你嘅工作安排咧有好乸多嘢棘住噶。本身你已經好多擔心工作嘅進度啦，工作量搞唔搞掂啦，突然間又會去玩，只一設定咗就會令到你咧非常之唔舒服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唔係話你一定唔應該去，不過咧做之前咧就應該要決定清楚究竟現實條件得唔得。例如你嘅銀碼夠唔夠錢去啦？例如你係咪真係有呢個空檔去進修去上堂，時間咪真係充足啦？尤其是關於錢方面咧，就更加需要你諗清楚啦。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黑嘅光，陽指數有2粒星。至於天蠍座嘅同伴們啦，呢2個星期咧，我會覺得你有好多嘢都需要執翻正。首先你嘅工作模式啦，你同同事嘅相處模式啦，以至到你日常生活啦，同你個人健康都需要好好去留意一下嘅。如果你覺得翻工係特別煩嘅，同時係令人心攰嘅，甚至你覺得自己明明做咗好多嘢，好正常嘅，咁但係咧你都會覺得冇乜收穫。咁呢段時間咧，好多同伴們咧，你哋應該會好想重新整理工作模式啦、工作環境啦，甚至咧會發現原來啲問題咧唔可以再靠自己死頂噶啦，真係要揾專業的來。咁健康方面咧就更加要留意啦，因為好明顯你哋長期生活習慣係非常之差，好似阿 I 咁樣啦。最近咧又唔知點解咧變翻到3-4點先瞓啊，咁搞到累積落嚟咧瞓得又唔好啦，食嘢又唔定時啦，甚至太夜食飯啦。我琴日先至10點幾先食飯啦，跟住咧又本身有可能有好多一啲身體上面嘅舊患啦，提醒你需要正視啦。咁你又拖住，咁而家呢段時間咧就非常之適合去處理啦。無論係工作嘅方式，點樣處理事件嘅模式，以至到你日常生活，通通都要改善。另外咧，人際關係上面要小心有啲口舌是非。有時有啲人咧未必正面同你講噶，但係背面咧一定會有好多肆無妒忌恨喺背後插你哋嘅。咁所以呢2個星期咧，任何事咧都真係要睇清楚先好反擊下，唔好亂咁嚟。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直極光23，人數有2粒星。
至於摩羯座嘅大家啦，呢兩個星期咧，你會發現咧，其實個事業運唔係太差嘅。畢竟咧，火星進入你哋嘅合作宮位，所以呢段時間咧，你會好明顯咧感受得到咧，你同對方合作咧係會有種急躁感㗎。譬如你同你同事之間溝通會好急躁啦，你同你上司聯絡咧都會急躁啦，甚至可能你嘅客人啦、合作伙伴啦，以至到你愛情上面嘅另一半咧，都會覺得哇非常之直接啦，要求非常之多啦，好趕啦，好急啦，要你即時處理啦，你搞到你好似唔應承都唔得啦，明明唔關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嘅，但係都要幫手啦。好嘅咧就係佢加快咗你哋嘅進度，本來可能拖咗好耐嘅 project 啊，終於可以開始啦。咁但係好明顯唔好嘅咧就係太過直接啦，太過衝啦，太過趕啦，形成你非常之多嘅壓力。而且你本身咧已經係對呢段關係有啲唔係好舒服㗎啦，想爆爆地㗎啦。突然間對方咧突然間更加指責你啊，覺得你唔夠急啊，唔夠配合啊，就更加令到你哋嘅摩擦度大增啦。咁所以摩羯座咧要小心處理啲關係。咁你哋幸運水晶咧就係兔毛水晶，人數有2粒星。好，至於接落嚟咧就係過得安心嘅星座啦，分別有雙子、天秤、人馬、水瓶同埋雙魚座嘅。先講雙子座嘅大家先。雙魚座嘅朋友，未來呢個星期咧得2樣嘢要注意嘅啫。第一係健康，第二係桃花。咁啊當然係桃花希望好啦。首先講緊健康運先。嗱，好明顯咧，你而家咧喺工作方面啦，或者日常生活消耗方面咧，明顯係非常之辛苦噶啦。咁所以呢樣時間咧就唔好搏得太盡啦。你工作一忙啦，一投入啦，就完全唔記得自己攰噶啦。可能坐得太耐啦，到咗對住電腦好耐啦，甚至連對電腦都唔記得眨眼啦，甚至連呼吸都爭啲唔記得呼吸噶啦。又或者可能你好中意運動去發泄你嘅壓力嘅，咁啊運動過度啦，到你真係身體痛到 PK 嘅時候，你先發現原來自己過多咗喎。咁所以呢段時間呢，雙子座除咗要小心過度之外，仲要留意一下自己腸胃嘅問題，唔好亂食嘢。咁另外啦，感情係完全非常之好啦，尤其是單身嘅雙子座咧，應該會明顯 feel 到咧桃花運係有所提升嘅。首先第一，你會中意想打扮咗啦，你會想自己着多到唔同嘅衫啦，甚至化妝啦，扮靚自己啦，甚至想出去玩啦，出去參與一啲聚會啦，令到你成個人嘅自信心係已經大增咗。咁自然你嘅自信心大增咗，就容易吸引到唔少人噶啦。咁希望你嘅桃花運咧可以更加好。咁你哋嘅水晶咧就係粉晶，顏色有3粒星。至於天秤座嘅大家啦，未來2個星期咧，其實你嘅狀態會越嚟越好翻好多嘅。咁首先講過啦，金星係你哋嘅命宮係咪？金星做你嘅守護星，而且落咗你哋度，絕對咧係可以幫助你揾翻你嘅自信啦、魅力啦、主導權。之前可能有啲人一直壓抑你啦、挑戰你啦，甚至一段關係令到你好辛苦嘅話咧，呢段時間咧慢慢咧就會浮現嗰個原因同埋應該點樣去解決。尤其是咧，你會發現咧，其實你本身係有足夠嘅說服力，都係有足夠嘅分量咧，去令到對方咧願意為咗你退一步，甚至願意為咗同你合作而願意配合嘅。所以呢段時間咧，對於天秤座嚟講咧，就更加要清楚究竟呢個答案咧係向好定係向差。向差就要好好處理，向好當然大家開心啦。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咧，我覺得對於天秤座嚟講咧，絕對係一個解決拖咗好耐問題嘅好機會。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灰幽靈，顏色有3粒星。至於人馬座嘅大家啦，未來2個星期咧，其實你會越嚟越發覺自己方向清晰咗，對未來亦都多咗自信心，好似有一種咧開始順翻嘅感覺啦。尤其是你會發現咧，你將你嘅生活重心咧擺翻你工作事業同埋未來規劃方面，你可能接落嚟咧會接觸更多嘅高層啦，可能容易會有升職嘅機會啦，甚至有啲交一啲重任俾你嘅機會啦。又或者咧，可能你會出席一啲正式嘅場合啦，需要打扮到非常之專業啦，去展現一下自己係足夠有能力同埋信心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咧，我覺得人馬座咧係可以開始清理或者清晰一下，究竟自己而家行嘅嗰條路啱唔啱？如果啱嘅話，就俾心機啦。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綠韻，人數有3粒星。至於水瓶座嘅大家啦，未來2個星期咧就可以大好，亦都可以大壞嘅。尤其是咧，之前可能會覺得大好，後邊又可能覺得大壞啦。大好係咩咧？就可能你嘅理想啦、進修啦、旅行啦，終於咧都係符合你哋嘅想法啦。可能你會新嘅規劃啦，上新嘅課堂啦，一個新嘅旅程啦，甚至工作上咧，終於做一啲你真心有興趣嘅嘢，你會覺得太好啦，有呢種感覺就係太開心啦。咁但係到下半月嘅時候咧，你本來可能想去旅行啦，做得幾開心啦，甚至係上堂上得唔錯啦，但係最尾咧可能變成咗咧成件事咧，你可能要照顧你嘅同事啦，可能你去旅行要照顧埋你嘅 travel buddy 啦，甚至咧可能有啲人會講啲好難聽嘅說話俾你聽，例如旅行咁樣啦。我都唔知你點解會 plan 到咁樣啊！但係明明對方完全冇出力啦，你出晒力啦，但係對方就不停喺度 complain 咁樣，搞到你會覺得有少少掃興嘅。唔緊要嘅，做翻自己最舒服。有啲咩事咧就開口講啦。咁你哋幸運水晶咧就係天河石，用咗有3粒星。至於雙魚座嘅大家啦，未來2個星期咧，其實你嘅人緣同埋貴人運咧係非常之
之值得期待㗎。好多人咧會同你有共享資源啦、共享知識啦，甚至願意咧出手主動去幫你，而且嗰種幫你咧係實際嘅幫助。只要你有需要想揾人幫嘅話咧，對方係願意幫你㗎。無論嗰個係錢嘅問題啦、事業嘅問題啦，定係一啲奇難雜症，都會有人願意幫你嘅。尤其是關於錢銀方面，如果你本身有做生意或者投資嘅話，呢段時間會見到回報，甚至咧有啲關於係錢銀上邊唔知應該點樣理財嘅嘢咧，都會有啲智者出嚟俾啲 information 你，等你知道咧應該要點做。所以你之前種下嘅因咧，接落嚟就會有好果嘅發生啊，係好果嚇。你會發現咧，原來咧做人咧，尤其是有人緣咧，真係非常之重要㗎。呢段時間咧，我覺得雙魚座咧會絕對做嘢啦，或者財運方面咧都會順心好多。咁呢，定下運水晶咧就係摩根石，人數有3粒星。之後咧就個個都輕鬆開心嘅星座啦，分別有巨蟹同埋處女座嘅。先講巨蟹座嘅大家先，巨蟹座嘅朋友有冇 feel 到咧自己咧開始明顯忙碌咗好多啦，能見度高咗好多啦，俾人注意多咗好多，你自己心裏邊都好想衝咗好多。未來2星期咧，你的確而且確要需要好好咁準備一下啦，因為火星落咗你哋嘅命宮咧，對你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轉捩點。你會發現自己忙咗好多啦，好多嘢咧未必係你跟翻你原本 planning 咗嗰啲嘢啦，好多嘢咧突然間發生啲好多嘅狀況啦，插入嚟啦，同事叫你urgent咁跟啦，上司要你嗱嗱聲去處理咧，等等，搞到你做又唔係，唔做又唔係，都唔知處理邊樣先。同時咧，其實你嘅行動咧係真係有所提升嘅，所以之前有啲嘢你可能仲諗緊啦、拖緊啦，唔知自己做唔做得嚟啦，應唔應該做啦，就唔好理啦，算啦，做咗先啦。要知道咧，火星係會加持你嘅行動力啦、你嘅效率啦。咁所以咧，如果呢段時間呢個火星真係推你主動推你一把去做一啲計劃嘅話，請你俾心機去做，絕對係好事發生。咁一啲嘅水晶咧就係金髮晶，人數有4粒星。最後咧做到處女座嘅大家啦，過完水逆之後咧，終於有翻啲好嘢發生啦。首先第一，你本身如果係做一啲社交媒體網紅，或者要對大眾社會嚟做醫護啊、面對市民啊、做 sales 等等嘅話咧，你會發現咧自己嘅業績啦，或者可能自己嘅能見度啦，甚至討論度啦會高咗好多。咁當然啦，火星除咗加啲好嘢俾你之外咧，就會加啲唔好嘢俾你噶。例如有啲人好中意你，同時亦都有好多人唔中意你。你嘅能見度係高，不過咧你好多嘢就會被討論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公眾人物或者 KOL，當然好開心啊，有人討論你。但係如果你普通嘅打工仔咧，就變咗可能會比較多是非啦。唔緊要嘅，因為呢段時間咧，其實咧係一個旺你事業運嘅時間嚟嘅，所以少少嘅評論咧，絕對唔會打擊到你。咁如果本身你有可能有啲朋友或者同事嘅聚會約你去話咧，我會建議你哋去嘅。原因咧就係呢啲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打開你哋嘅人際關係同埋人物關係，絕對可以幫你哋嘅事業更上一層樓。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就係紫晶，有4粒星。如果想買你哋嘅幸運水晶嘅話咧，歡迎嚟到阿 I 嘅 online store iCrystalHK.com 嗰度慢慢揀，又或者咧 PM 阿 I 等阿 I 介紹俾你都得。咁記住落單嘅時候咧，就用影片中嘅 promo code，大家咧會有幸運水晶嘅優惠㗎。好，咁今日嘅本周星座咧就到呢度啦。記住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eye，我哋喺 IG 或者其他影片 YouTube 度再見啦，拜拜。